拍打，也是拍打。中心。所以，咱若坐咧听课时要经常怎样？拍手，拍手啦，拍手。拍手。经常拍手都可以冲氧，那有冲氧，特爱的。你看，那在太阳穴这边，太阳穴这看得到吗？容易头晕嘛是拍打，所有的财经呐末梢循环都是一点的循环，拍摄拍打。长期劳心劳力。然后工作压力、心情压力，所以要放松。松紧不调。放松，那下巴这边也会哦，它颈部科。那是松紧不调，要调。这个舌头，这看得清楚吗？舌头捡起来，这有2条静脉，只要很黑很粗的话，100%。心脏病。不只是心脏病，有中风的倾向，那属于癔症，所有的毛病都是癔造成的。哎呀。对，还小毛病拍打，所以孩子，只要你小朋友阿爸的话你就叫他坐着打脚底，对。是打脚底，等于一方面处罚他，然后一方面就。但是很不愿意的。要打脚底，这是观念的问题。对，所以咱们。咱们今天有来上课，你看收获不少吧？多少也知道说打脚底是对的。好，那在秋天的话咱拢做到引起这脑打嘛。对。咱要安怎食？拄则讲歹打了来食，要安怎食？捌听过五汁饮？五汁饮伫中医内面都请，可是，一般医生不跟我们讲，因为医生甲你讲食这伊就免准食。爱关掉嘛。所以咱到秋天爱食啥物？来呀，爱食来呀。来呀，荸荠就是咱下昼食的丸仔内面切迄粒啊，那叫荸荠啦。马荠。咱芦根咱敢若较少看到芦根。不一样，可是可以代替。然后麦冬咱知啦，就是中药里面麦冬。白的那个吗？对，长长的，你甲兄弟起来荸荠、拍拍梨汁，那平常不一定要喝这个啦，咱嘛会当甲咱食来呀。你若感觉会喙焦，你来呀尽量食，因为食甲你感觉会冷啊。那个尤其是有糖尿病啦。早期糖尿病人只要你逐工食来会当甲迄个糖尿病抵过。经历了。咱讲到中医，咱迄个叶天士，咱拢知嘛。伊早期是一个足厉害的医生嘛。那伊就是为了治糖尿病。那有一天就是一个说理的。伊感觉伊糖尿病，那迄个叶天师甲伊讲，叫伊要上遐妇科嘛，讲叫伊免考试啊啦。伊爱食啥就食啥，因为伊的生命阁无偌久啊。咱伊个同学就甲伊鼓励讲，咱来去上遐妇科一路上咱先煞找看较老的医生无。那有一天，因住迄个女社嘛那有一天伊看足侪人较围伫遐，伊就好奇我去看。那知影讲，因就是招一群人要去少林寺，互一个师傅治病。咱会甲伊同学讲，姓李的同学讲就做伙去。咱去了后，师傅就叫伊爱住落来，讲伊足严重的每一工拢兄忝物件好食。15天了后，伊就好去啊，叫做喙焦拢袂退，喙焦袂退，伊逐工拢全来赶好食。15天了后，伊就好去啊。那好去了，迄师傅甲伊交代讲，叫伊转来，因为伊叫李时珍，伊叫叶天士共雇佣的嘛，伊叫伊转来甲叶天士讲，就是来会当治疗糖尿病，叫叶天士爱从这个功夫学起来。那今仔咱各位全省拢听到这个
避远啊，对无？恁落爱记起，爱转去甲咱的亲戚朋友、厝边头尾讲。啊，所以啦，喙焦，做到喙焦，计大家拢爱食来啊。那个糖尿病的初期糖尿病可以预防，就是来啊，来消渴。所以伊第一中医叫有滋饮啊。那不宜多饮，就是讲你食甲你感觉吼，你拢会流烂，还伤冷啊。食甲你感觉头壳拢会戆戆啊，停诶。啊停诶，就家己好去啊，毋免做啥物补啦。迄就去脾胃较寒啊，去食了伤冷啊。那讲到来啊了，咱搁想到核桃，核桃咱知嘛？核桃伊内面有欧米伽369，欧米伽 EPA， 咱是毋是拢讲要食鱼油过脑？有一项物件比鱼油搁较好，就是啥？就是核桃。核桃伊的过脑比鱼油搁较好。伊有足侪矿物质，譬如锌啦、锰啦、铬啦，吼，微量元素，拢是鱼油内面无诶。咱若有年纪的人哦，咱们有年纪了，要怎过脑，互伊拢活较慢诶，嘛是核桃。这核桃最好的物件，预防老化，核桃。那孩子也可以吃核桃，孩子吃核桃的话，他记忆力好。都行哈，对，都行，所以咱多吃核桃。这个。缩小版。真的啦，是啊。那再来，咱就讲到冬天3月。冬天3月24季节就是入冬嘛吼，入冬所以入冬爱补爱，以前入冬拢啥？人拢煮油饭吼，煮油饭，拢炖补。那假使消化歹的人，无一定爱食糯米。除非咱煮油饭，敢若拢爱用煮米吼，不一定，咱会当用一寡四物八珍，拿遐药膳起来啉就会使。咱真着拄要大寒啦，最近上寒啦。已经快要过去了，大寒啊，外面的阳光还那么大，所以今年地球已经暖化，无啥干啊。那底下还有3分钟，好，6要休息了。那611有热气。好，那你那个冬天里面哦，冬3月，咱调一改哈。冬3月。此谓必尝，水冰地或无了敷养，早卧晚起，亦待日光，使至若浮若逆，若有失意。啊，那个，对，若已有得气寒较温，无泄皮肤，使气极夺。此冬气之应，养脏之道。逆之则伤肾，春为绝，奉生则少。咱伫个冬天啦吼，就是你看必带阳光，你来比较好势哦。然后较早困的，啊较晚起来吼，有够赞的。较早困的，啊去较晚起来，啊要较晚就等到日头出来，才爬起来，吼。咱爬起来，做人爱较保守的吼，若有失意，你敢若有心思放伫心肝内，拢无要甲人讲安尼，哦，爱较保守，爱较低调的，吼，爱较拍的，较袂着情的。然后若已有得啦，好像你拥有很多，然后气寒就温，你要想办法爱保温，然后不要让你的皮肤流太多的汗啊，然后使那个气急走，此为冬气之应也。养藏之道也。假如你不那样做的话，假如你不那样做的话，就会伤到咱的心啦。然后到春天就变得萎竭，何谓萎竭的？树皮无力，然后冬天属于一个养草嘛，用一个种嘛哈。然后到了春天的话，你要给春天的东西就变少了。这就是《黄帝内经》甲人讲。讲咱要安怎顾咱的肉体，真简单就是情绪的问题啦，情绪啦，爱恬淡。情绪的问题。
恐龙第一个上场，他紧张地讲完一个笑话，动物们都笑了，可是鸡没有笑。没有笑了，就这样。好像上场，他战战兢兢地讲了一个笑话，所有的动物都笑了，可是猪还是没有笑。于是长毛象立刻丢下场，接着犀牛上场了，他才要开始讲，猪忽然笑起来了。你敢要笑尔？